CATS 996第一名楊律庭 SPSA 998。之後係男子 U 法組別60米決賽嘅成績公告，第3名張啟山 TSC 10秒12，第2名楚騰 MOPE 9秒97，第1名劉家齊 HPAA 9秒94。最之後係男子 U9組別60米決賽嘅成績公告，第3名張海南 MOPE 9秒61，第2名何曉南 TPAA 9秒56，第1名劉子君 MOPE 9秒34。呢以上得獎運動員前往評審團領取獎牌。另外今日嘅賽事結果都會上載於網上，歡迎掃描號碼簿上面嘅二維碼參與相關嘅成績。多謝你留意。今日男子 U20 60米決賽第一組。On your marks. Set.